找到這星真高的成就旅程。人要養靜，騷擾到安寧，因有生與命。聖體那班人不停，拒絕去安靜。說我話我鬧我是怪胎，我是有毒有害，對我暗算殺害，我逃到醒外，乘着救生艇不如始終不出月球以外。留低青銅器作吧，未懂雕花，何況説話，怪的嘴巴。當一覺醒來，竟會出意外，聖體有飛船飛來，我國界之內，說這個水壺漲過最高。這個跳躍百人都可以當新聞，人類確是太天真。離開我吧，站直趕到天邊，不理萬與罵。離開我吧，容我偏不喝這杯茶。離開我吧，帶着滿文字的一班土著。無知這裏邊攀爬。離開我吧，與舊上萬漫步優雅地學習。離開我吧，不要搞我好嗎？離開我吧，及你山這水將你滅了吧，岩漿跟火花，不要俾我亂咁死好嗎？聽我今次不照也好吧，離開我吧，為下我好嗎？離開我吧，亦求上人類可給他冷靜吧。海水有力淋未化，只需我一句話，只需我一句話，方舟來雨降下。我悔吧。